我想參加呢一次比賽嘅係因為我可以去試下呢個比賽究竟啱唔啱我程度，咁我可以增長埋我嘅所有知識，可以參考一下同學仔嘅佳作，咁我都可能知道同學仔呢種程度可能係值得我去學習嘅。因為係啦，魯迅係我國嘅一個好出名嘅作家啦，咁我就想帶阿女嚟認識一下係啦魯迅啦，咁同埋係啦去到體驗一下即係當中嘅作文比賽係點樣樣啦。希望佢能夠係啦感受到中國文化或者係語文嗰種嘅趣味，希望佢可以係啦即係繼承到我哋中國人應該要繼承嘅係啦即係一啲嘅特質啦。上年都有參加，揀咗第3題。另外最興奮嘅信息可以增加你嘅中文嘅能力同埋寫作能力。我屋企有3個兄弟姊妹啦，全部都係識中文。我中意佢哋中國文化嘅衫啦，即係例如旗袍，我覺得好靚。我哋喺呢個比賽入邊，我哋參加咗硬筆、毛筆同埋作文呢3項賽事啦。我揀咗嘅題目係第3條題目，一次失敗嘅經驗。所有人都可能會有呢個咁樣嘅經驗，好努力，但係都係會因為一啲小事或者其實都係冇失誤，都係會失敗。其實都係會即係呢個係人生嘅呢個試題。想訓練一下自己寫作嗰種嘅文筆啦，同埋挑戰一下自己嗰種寫作有冇比上年有冇一啲突破，同埋我哋都參加過一啲好似硬筆同毛筆咁啦，去讓自己可以認識一下我哋中華傳統嗰種文化。我上年就得到過作文嘅1等獎嘅，今年我都係即係比上年寫多咗2倍嘅字，我都係嗰個文筆都係有提升或者嗰啲即係會更加精簡，所以我都係對今年嘅有期望嘅。5次以嚟，我除咗第1屆之外，每一屆都有參加，跟住我哋魯青嘅呢個組委會係去過唔同嘅交流啦，即係例如去咗嶺南啦、肇慶同埋北京啦。咁我最近去咗北京咧，我睇天安門睇升旗嗰度係個感受係特別深刻嘅，咁所以我就寫咗呢個天安門升旗嘅時候，就諗起咗一個成長嘅歷程。其實當你喺天安門廣場見到5湖4海嘅同胞都聚集埋一齊喺度睇我哋呢個國旗嘅升起，全部人一齊好大聲咁唱國歌，其實就會明白到其實我的中國心嘅概念就係民族嘅團結。我相信咧，透過即係過去呢5年啦嚇，我有4年係參加咗呢個魯青青少年文比賽活動咧，係令佢豐富咗好多啊，咁啊成長咗好多，咁啊可以咁講啦，即係更加好嘅，做咗一個更加好嘅青少年咯。我見到裏邊啲題目，佢都係包含住關於國家方面啊，同埋科技方面。咁呢個都係同我哋平時學校作文都唔同嘅。咁我就覺得今次呢個經驗係好寶貴啦，都係好特別嘅。下次都有機會嘅話，我都會想繼續去參加，去獲取更多嘅寫作機會啦。咁我就係之前有參加過1次魯青嘅比賽嘅，咁就可以令到我哋帶出自己舒適圈啦，即係嘗試更多嘅唔同方面去寫作，去拓展我哋嘅嗰啲寫作嘅技巧。為咗參加呢次比賽呢，我哋嘅同學其實都做咗好多嘅積累啦。同學平日都會上一啲文學嘅培訓課程啦，去了解中國文學嘅發展。文學呢應該係語言嘅藝術嚟嘅，咁所以能夠積累到一定嘅語文能力之後呢，我哋應該用我哋優美嘅語言、詩法嘅語言去寫出自己嘅作品，講好自己嘅故事，講好香港嘅故事，甚至乎有能力嘅話呢都講好中國嘅故事。咁我教嘅學生呢，嚟自唔同嘅國家，我都好希望呢，佢可以認識到呢中國嘅文化啦。尤其係今次呢，好難得嘅機會就係呢魯迅青年文學獎呢，可以俾到佢哋一個嘅創作嘅發揮空間啦。我就好希望呢，學生可以呢將文學呢融入佢哋生活。佢哋係好有熱情去學㗎，尤其係佢哋會用好多嘅唔同嘅字卡去拼字啦，佢哋會了解到咧中國嗰個嘅漢字咧結構咧好特別啊，而且咧佢嘅句法咧亦都同佢哋嘅母語有啲唔同啦，佢哋又會咧係識得轉換喎，可以好快咁樣咧係由佢哋嘅母語去切換到去中文嘅模式。魯迅青少年文學獎咧到今年咧已經係第5年啦。呢個寫作同埋書法
合起嚟咧，嗰個數字咧相當驚人嘅，有7000幾份，可以睇到咧呢個比賽咧喺我哋即係香港嘅學界咧，都係一個好受認可嘅比賽嚟嘅。咁我哋呢個比賽嘅特點咧就係佢唔係一個比賽咁簡單啊！咁一般嘅比賽咧，我哋就有人參加啦，跟住咧我哋有評審啦，有頒獎啦，咁就完咗㗎啦。但係我哋咧仲希望咧通過比賽咧能夠係凝聚到一班嘅青少年。平時咧都會有一啲嘅學術活動，有一啲嘅座談會啦，有一啲嘅文學欣賞啦。去外邊嘅一啲嘅參觀啊、考察啊咁樣，嗰個嘅參觀活動啊、交流活動啊，同時咧係結合寫作嘅，咁所以咧我哋都係冇忘記我哋嘅初心啊！我哋嘅初心咧就係寫作啦、文學啦，通過活動咧係開拓學生嘅眼界啦。我哋嘅題目咧盡量個涉獵面咧係廣嘅，咁咧希望咧由唔同嘅側面嗰度咧可以睇到一個比較全面啲嘅。年青人今日嘅年青人佢究竟係點樣想嘅？佢究竟個人生觀係點樣嘅？我哋中文科咧，平時喺學校咧就學生覺得好悶嘅一個科目。咁因為咧老師就係出個題目就叫學生作文啦。咁樣咧學生好難點樣去寫到好嘅作文。咁我覺得如果有呢一類型嘅課外活動，咁通過比賽等學生咧係能夠咧喺課室之外去觀察、分析、思考同埋自己去反思。我覺得呢一種嘅效果咧就會仲好啲。中文係一種工具嚟嘅，其實佢唔係一個科目嚟嘅。無論你讀咩科，都需要語文好嘅。喺香港，除咗英文好，中文都要好。咁我特別咧最欣賞嘅咧就係同學咧嗰啲創意嘅發揮。咁咧，例如我哋嗰個初中題目裏面咧，有講到咧係一封寄不出嘅信。我評改嘅其中一份作品裏面咧，就講到戰爭嘅一啲感人嘅事蹟。當然嗰封信最尾因為戰爭而寄唔到出去，但係亦都令我哋咧反思到咧，其實戰爭咧係好可怕，我哋要珍視呢個和平。亦都咧要銘記呢個歷史，咁啊正正我哋依家咧係嚟緊，我哋會慶祝抗戰勝利80週年。咁裏面咧呢篇文章令我都好感動。翻去魯迅青少年文學獎裏面咧，其實我哋睇到魯迅先生其實係一個好有民族嘅感情嘅一個人，亦都好知道我哋民族當時發生嘅一啲情況，佢都係好強調我哋要喺個思想教育上面咧做得好，能夠教導到我哋新一代嘅青少年當時點樣面對住國家嘅情況，點樣可以咧能夠咧去救國。咁希望咧我哋咧透過呢個作文比賽，能夠咧讓年青人咧都有一個好好嘅反思嘅機會。今年咧我評嘅係高中組，今日睇卷咧就有2種嘅一個比較大嘅反差，就有啲個別嘅同學咧就好流暢。中有一篇寫到嗰個文化嘅差異，可能係外籍啊或者外國人咁樣，係同佢做同班同學，講一個碰撞裏邊，佢就體會到要去尊重不同嘅文化，要去企喺人哋嘅文化嘅角度去諗，而唔係淨係企喺自己嘅嗰個立場出發。呢個我會覺得你講話嗰啲中西文化嘅差異啊，就唔需要話你去到好宏偉嘅話題，佢就喺身邊寫起，即係佢嘅親身經歷，評卷裏邊係俾得分係比較高嘅。有啲同學咧，佢就係思想性好高。其實譬如話佢想表達對 AI 嘅嗰種困惑，但係佢嘅表達就比較唔夠力，可能要再一段時間嘅去浸淫啦，去體會呢個譬如話 AI 最新嘅呢個高科技啊帶俾我哋人類嘅嗰種衝擊啦，探討咧，我覺得係可以再深入。整體嚟講，我睇到學生不論係嗰個思考嘅範圍，佢嘅內容，尤其是要讚嘅咧，就係有唔少文筆非常之好。就算係講一啲論説咧，佢個文筆都好優美。佢突出嘅地方咧就係，譬如我舉一個例子，民族雲咁樣。
佢就從方方面面去講民族魂，包括喺歷史上邊嘅例子啦、現實上邊嘅例子啦，甚至去展望我哋未來呢個民族魂可以繼續點樣去發揮。咁我期望呢就係繼續努力去鼓動學生多啲寫作，鼓動學生多啲思考，去一試自己嗰支筆。